新鴻基西沙高柏 Sierra Sea 301尺一房一廳示範單位，全新大型海岸綜合式發展項目，集住宅、運動、娛樂、商場、休閒於一身。西沙全新地標式豪宅將會分階段落成，地餘670萬平方尺，地理優勢得天獨厚即將登場，預先體驗未來度假休閒生活。西沙綜合發展項目高柏 1A 期781伙。會所148萬尺，138萬尺戶外運動公園，30萬尺會所，6個游泳池，10大水上遊樂設施，15大室內外運動設施，3大單車及換車徑，5間湖畔主題小屋，11個特色室內外餐飲空間，9個社會聚會會所，5個主題宴會廳，緊扣港鐵大學站及烏溪沙站，約47座大樓，合共9700伙單位，面迎海景。背靠連綿山脈，盡享歡欣寫意傍海健康生活與鐵路的便捷精彩，交通四通八達，享有低密度環境及高斯演導，締造寬廣開揚的生活空間。商場及運輸交匯處，完善的社區生活配套，預計關鍵日期2025年12月1日。短留花